根据这2天收集的情报，在所有已知的海图上，三蛇岛是距离大陆最远的岛屿。我们若要寻找仙山，需要去到更远的海域。就算这渔村最大的沙船，也根本没法去到那么远的地方。我们需要更大的船。船确实是重中之重，我们要加快进度了。哎，那个，咱们不等叶姑娘他们会合，一起出海吗？其实，我是不希望叶若仪和我们一起出海的。因为她身体的原因。这是一方面。其实我能感觉出来，她对我似乎有些其他想法。我的意思是，她想要帮助我重回天启，争夺那太子之位。那又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就是，萧瑟想要的并不是重回天启，争夺那太子之位啊。我也是最近才想明白，这样看来，执意让他回天启，只是我一厢情愿了。那萧瑟他究竟想要什么？他想做什么，我是猜不透的。不过我们白小堂的大小姐，想必是了解的吧？他让我查一个人。他不是死了吗？因为这个，我母亲还……是啊，当时你母亲青龙使李新月养心剑2月，在法场上使出惊天一剑，想把琅琊王叔救下来，却没能成功，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。莫非那琅琊王是假死？青龙使殒命法场之后，便是雪月剑仙李寒一大闹天启，剑指天子，最终带走李新月的尸首。那件事震惊朝野上下，可以说全天下无数的眼睛都在盯着琅琊王案。这种情况下，琅琊王不可能假死脱身。不过萧若风是死了，可琅琊王还在。你是说世袭罔替？没错，当年琅琊王案闹得沸沸扬扬，可最终的处理结果只是王叔被问斩，其他的类似抄没家产、削去爵位一类的处罚，一条也没有。所以如今琅琊王这个爵位理应由王叔的儿子继承下来。那么，你要找的人也就是小琅琊王萧凌尘。没错，他可是个自我感觉很好的家伙。比你还自我感觉好吗？他怎么和我比啊？他那是自恋、自负、是病。不过虽说如此，他倒也不是那种会让人心生反感的人。我很好奇，他现在在哪儿啊？喏，琅琊王在东海。我还是有点没明白，萧瑟他费了那么大力气，查到了新任琅琊王的行踪，他到底想要做什么？我有一个猜想，当年的琅琊王一案，本就有众多疑点，隐约能看到，仿佛有一双手在暗处，想要操纵些什么。同样谜团重重的悬案，还有另一件，就是我武功被废的那次。我几乎可以确定，有一个人，或者是一个组织，在搅动天启城的暗涌。之前我说过，重回天启争夺太子之位不是我的目标，那是因为若找不出这个藏在暗中的人，无论谁做太子，
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罢了。那你找这个萧凌晨，是怀疑他就是幕后黑手？唉。来，多吃点，补补脑子。琅琊王叔被利用了。王叔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应该已经回天乏术了。于是，他在毫无成功可能的情况下，自己提前发动了叛乱，自求一死，彻底毁灭了幕后之人的所有布置。现在想起，父王将我贬出天启，也是存了保护我的意思。好了，这个话题就到这儿了，还是来谈谈出海的准备吧。主要还是船的问题，是吗？是的，能够航行到三蛇岛以东的船不好找。别说这里的渔船了，就是一般的广船、浮船，也走不了这条航线。唯一的例外就是雪松长船，长44丈，阔18丈。只有雪松长船能开到那么远的海里。62艘雪松长船，大部分都在朝廷的水军之中，那些就不要想了。除此之外，唯一有这种船又能定期走东海的势力，就是凤凰于飞，青州木匠。这莫非就是？还真是巧了。哎呦，你看，看来这蛇不好惹。不好意思啊，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。蛇是金线蛇，剧毒无比。它的毒液若是提取出来，能解天下蛇毒。所以呢，它的毒液在北离十分金贵，1小杯的毒液就能卖近100两白银。据我所知，这种蛇十分罕见，唯一大量出没的地方就是三蛇岛。哎呦，快看那蛇！这人似乎能操控着金线蛇。湘南的养蛇人又叫蛇手，他们的斗篷上撒有驱蛇的药粉。雄黄、凤凰草、细心、川乌、半枝莲。为什么还加了这么多生姜粉？估计就是防着你这种人破解他们的秘方吧。哼！多谢。这条金线蛇估计被喂养过特殊的药材，它的毒性褪去了很多，不然这毒没那么好解。考核未通过，上铜钱30，离场。还有人要试的吗？看来这蛇不好惹，你们去吧，我可不敢。嘿，我来。好。你们一点都不担心吗？担心什么？担心那条蛇吗？小金金，来陪本少侠玩一玩。拿捕蛇棍，来呀，咬我！嘿，
来得好！哼，再来！小尖尖，我在这里。还你！这一条不过瘾，再多来几条。兄弟，借你腰带用用。啊！小兄弟，那罐子是漏的。别杀那些金线蛇！好，别过去！啊！花姐，你还能控制这些蛇？这没什么，他们的蛇药还是我师傅当年配的呢。各位，今日招募到此为止，大家散了吧。走吧，走吧。刘姐，你有没有伤到哪里？放心吧，再来个10条8条的小蛇，我也能轻松搞定。再来10条8条小蛇，雷少侠怕是得拆了这码头啊！喂，臭狐狸，就会说风凉话，你行你上啊！几位少侠，不知几位少侠身怀绝技，刚才多有冒犯。我通过了吗？自然。我们当家的想亲自见一见几位少侠，不知几位意下如何呀？走吧。几位请。姑娘，留好那条青斑鱼，等着我们回来。好，你们办完事来鱼市找我。多谢珍珠姑娘。大师兄，你为什么不让我杀了那些毒物啊？那金线蛇培养不易，杀了可惜。毒物有什么好培养的？害人害己。可害人亦可救人，就看掌握在谁手中了。我看这几位蛇手并非恶人，就保下了这几条蛇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哎，大师兄，这青州穆家真如你们所说的这般有钱？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？
刘杰，嘴巴张小一点，别丢了颜面。果然。